八字係壬水之命，生於申月，人性當令，常理身強氣旺。凡身強氣旺者，喜任用財官之星，念個口訣就知啦。咁樣在官本做，啟官本做，日元壬水，自坐申金，暗地支暗發水源，暗中即係暗呢個子身啊，有個子暗拱喺裏邊啊，暗拱水源，所以暗拱水源自身不弱，唔可以以身弱來論㗎啦，因為有呢啲身嘅嘛。八字食傷重透天光，查八字食傷之星重透天光，又知藏水木之局，因為呢度有木喺度嘅，呢個食傷星啊，知藏水木之局，故此食傷過旺，又恐怕賭氣過甚喎，賭自己賭氣，又會反強為弱個喎。先頭論咗佢身唔弱啦，但係再啟觀望真啲，三個食傷星構長，賭氣太深，反成弊病嘅。原來木於自己係忌神。咁如果身強氣旺，又可以任起財官啦。財喺邊度呢？財咪火星咯，佢呢度冇乜啦。官星喺邊度呢？係都冇喎。不過食傷星係太多啦，咁啊傷官見官啊，為禍百般噶喎，千祈唔好再見到官星喎。先頭話自身係旺啊，任起財官啦，分分鐘係財官係喜用神噶啦，但係又唔好壞咗喜用神咯。冇官星啊，咁就冇得壞啦。咁冇得壞，如果官星忽然間有啊，點算呢？會有，忽然間會有嘅咩？確係會有，呢個咪就係官星。佢係水星嚟噶嘛，佢又唔會重格嘅。佢呢度冇官星，個大運嚟一個官星。大運嚟官星呢，會扯佢啲官星出嚟，呢度有兩個官星，三個官星知嘛？暗藏啫喎，你是但扯個出嚟，都會傷官見官。原來就係咁啦。嗱，八字裏邊呢，有幾個格局可以用，食傷身財可以用，千祈唔好見官。見官就係傷官，見官就死路，見財就可以，又唔好賭氣太甚喎，因為佢得意旺盛呢，就靠地支支撐。如果呢度一掃而空呢，就即時傾弱，千祈唔好咁話。由於佢金水重喺呢一度，先至保持到佢個強勢。神呢，個神水庫嗰度死啊！你
所以入咗落去，即時傾危。佢身強嗰陣咧，先至入起財官啊嘛。咁身弱咧，當然唔得啦。財官係事業嚟嘅，所以又揾唔到事業，有官星都揾唔到事業，鬼叫你身弱咩？咁生死嗰方面又點呢？佢嘅水氣呢就聚集咗喺呢一度。如果呢度一掃而空，自己冇咗條根，一樣係死路嚟啊！嗱，八字快而準，睇得清清楚楚。嗱，據說呢位仁兄，佢去咗加拿大揾食，希望闖到條出路啦。但係好衰唔衰去到犯咗官非，加拿大警方呢，或者會控告佢入屋行劫。如果擅闖民居啊！擅闖民居，係舊年啊？唔係今年嘅事。今年嘅事。告得入啦，我諗都有1-2年坐下咯。輕判咯，咁佢始終入屋嘅話都冇去偷人嘢嘅，但係你冇經過人哋同意就行落去嘅，咁就唔得。如果坐完使唔使要遞解出境咧？因為佢冇身份證喺度啊嘛。我覺得應該會嘅。咁咪就行咗衰運啦！坐監唔係咩一回事，因為先進國家，你估南美洲嗰啲咩？嗰啲黑肉咩？先進國家咪當坐花廳啫，1年半載都冇乜所謂。反正有飯食嘅，不過留有污名咁解啫。嗱，睇呢個情況下，因為傷官見官，因為佢大約呢個歲數，闖咗呢個禍，呢個大運呢，年結流年先至出事嘅。流年係乜呢？今年呢件事今年先發生嘅。今年上次未講就係話佢去咗加拿大之後，咁跟住佢透過朋友介紹，咁就識咗另外一個人，嗰個人呢同佢唔熟嘅，咁就借咗間屋俾佢住。後來因為啲生活細節上面呢，大家有拗撬，咁跟住呢，嗰個屋主呢就趕咗個朋友屋企，趕咗佢出門口嘅。咁佢嗰陣時候趕佢出門口嘅時候，連啲護照或者個人隨身物品都嚟一次執走嘅。咁我朋友好想去攞翻嗰度啲嘢，咁啊日日都喺佢加拿大，即係佢住嗰個公寓嗰度咧，喺個大堂嗰度等佢。咁嗰個物業中心見到個朋友喺嗰邊咧，成日喺度一日等，又唔知你做乜嘢咧，好似遊蕩咁樣樣。咁後來咧有一日，我朋友忍唔住啦，咁就佢就想上佢嗰個屋主嘅屋企門口嗰度開門嘅。咁啊，但係冇經過佢同意噶嘛，咁就後來有一個佢嗰個屋主嘅就一怒之下同咗物業中心去講，咁物業中心報警嘅咧，咁依家警察好似調查緊落緊案嘅，咁啊控告佢就即係擅闖民居咁樣咯。如果佢將呢件事講俾法官聽，法官都會輕判嘅。就算告得入就告得入咯，都輕判。呢個問題就自己睇下自己願唔願意坐嗰幾個月監啫。我覺得坐幾個月監好過着草，你着草前制通緝啊！你着咗草咧，唔去得澳洲啊，唔去得歐洲喎，因為嗰度咧就拉你喎，因為佢互通噶嘛。你坐咗幾個月監咯，幾個月之後咪一條好漢咯。神水係收咗佢啊嘛。暫時收咗入去啫嘛，而家行咗衰嘛，佢會出翻嚟嘅。當個流年啊，即係一引嗰啲水啊走翻出嚟，又冇乜所謂。傷官見官，因為咧呢度起動咗，因為起動咗咧，因為個字流年嘅字會衝呢一度，就將啲水咧起動咗，拱咗入去呢個神嗰度啊嘛。將啲水拱入呢條根嚟噶嘛，拱佢入去。佢亦坐監㗎啦，等等。所以亦都認咗件事，佢流年衝過逆馬位，佢都要出門。衝逆馬兼坐監，因為衝咗入去。
將個水呢個水即係佢封噶嘛，榴蓮將佢沖咗入去，沖入去神嘅水庫，入咗個水庫咪即係坐監，坐1年到啦，半年到啦，個榴蓮走嗰陣咧，水就出翻去咯，呢啲又唔係咩大件事，又唔係賣白粉。可能做1、2個月，唔係到冬天嘅月走翻出嚟咧，就水啦。坐幾個月坐到。要懇切，一係懇切就求嗰個事主放佢一馬，一係懇切咁求法官輕判，咁都唔會好大問題。而家嗰個屋主而家覺得就係一時之氣啊！佢話覺得就嗰陣都一時之氣，佢又話唔係想搞大件事，但係問題而家係物業中心報警，唔係個屋主報警，所以要求嘅係個物業中心嘅消火。個屋主求咪得咯，咪住中心同你有仇咩？咪屋主出面求，咪中心嗰度係冇叫做啫嘛。但係佢好似依家呢一刻嘅咧都未有諗出件事，好似未搞掂。其實隨遇而安得㗎啦，佢唔使擔心。